啦啦啦啦啦，我美丽的秀发好美哦！啦啦啦，你等一下要记得亲哦。完了完了，这次会清干净。小心别当雷室友。哎，这不是我昨天买的饮料吗？哎，是哦，拍摄拍摄，等一下我买光还你。小黑马改米西。啊，这是我之前买了没用完的。哦，这个也是，我一直都请的，原来放在冰箱哦。哈，已经过期了啦，很大爽哦。怎么？我先出门喽，晚上见。好。什么鬼？哎，这几位是？哦，我朋友啦，我带他们来家里烤肉。这样，欢迎欢迎，你是海希？哎，烤肉？哦，对啊，因为房东说屋顶不能烤嘛，我们偷偷弄就不会被发现啦。来哦 ，Party all night！ 生活公约帮你贴墙上了，这样准数。怎么？啦啦啦啦啦啦！哎呀，差点就忘了清理滑板呢。所以说生活公约是倒重要的。